大家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韓樂永。今日我哋又返到一隻超平超抵玩嘅浪琴錶，就係浪琴呢隻先行者系列。呢個款式係向全球嘅飛行員致敬。浪琴錶向來深受全球嘅飛行員信賴。呢系列嘅手錶咧都會經過精準度嘅測試，更加設計有方便戴上手套後調校嘅大型上鏈錶冠，同埋對比鮮明嘅數字刻度，以及為夜間飛行員而設嘅夜光塗層反光指針。錶冠優雅咁結合咗噴砂同埋拋光嘅材質，再刻有浪琴錶嘅壓花標誌。錶盤上面嘅5星圖案係代表咗呢款機芯咧係獲得瑞士官方天文台 COSC 嘅認證，走時極之精準。機芯型號係 L888.4 自動上鏈機械機芯，儲備時間大約有72小時。手錶直徑係40mm，備有抗磨損藍寶石水晶鏡面，防水深度有100米，配上呢個按壓式嘅安全錶扣，而且買呢款錶咧仲會附送多2條真皮嘅原裝浪琴皮帶。官網定價24,400蚊，我哋而家做緊個超級嘅優惠價咧，唔使15,000蚊就買到啦，非常之抵玩，仲有5年嘅國際原廠保用。有興趣錶迷咧可以上嚟門市試下。如果中意呢條影片嘅觀眾，可以 share、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可以時刻獲得我哋最新嘅手錶資訊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